在台湾真受到欢迎的日本的艺术家奈良由纪多摩，这是伊的作品吼，真侪人拢看过伊的展览。但是最近足生气的，伊认为啊，大陆最近足穿的拉布布啊，一只卖真贵，还是贵甲无天良。搁较无天良的，伊讲拉布布的造型啊，根本拢抄伊的作品啦。到底有偌成呢？咱详细来看卖啊。 作品的角色有古锥的外形甲强烈的情绪，同时也表现出可爱甲反骨的两种性格。日本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，大概来台湾办展览，拢吸引到真侪民众去欣赏。严国章伊伫社群顶悬指控这个作品甲伊的真相共，主角阁是真侪名称甲艺人拢真煞心的拉布布。 奈良美智表示，看到中国社群有人在讨论拉布布上新系列的作品，互人感觉敢是咧甲模仿。指控这卖的创作者敢讲拢未感觉见笑，拢无啥原创意识。更加讲家己伫国外杂志号称做是全世界上接红模仿的艺术家，将两个角色来放做伙。第一张是奈良美智1990年的作品。 甲拉布布挂名一点的系列，拢是蓝色的设计，而且动作相同。第二张拢是加比色，而且拢坐伫造型的椅仔顶。第三张是两个角色拢看红啊，部分的元素有影真像，也毋过敢是抄袭，大家看法无同。我觉得如果单看一个的话还好，可是如果可能连续2、3个都是类似的作品，就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可能。我觉得很难界定，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那些灵感都在那边，有时候大家就是互相，所以这真的很难说。艺术的创作真主观，到底是致敬、巧合，也是涉嫌抄袭，拢在人讲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